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今晚元宵特别到啊，各地开始办灯会。不过民航局接到检举，讲南投的灯会要使用的无人机外观甲形体，甲当初申请的无同款。那真正飞起的表演，可能就会违法。所以南投县府临时取消这个表演。也若台中灯会有死的民众，那亲像是因为人伤济，烧烟烧客，无细字全呢暴落边仔的水池啊。今年南投灯会打造11个特色主题灯区，原定17、18两天暗时有无人机表演，不过南投县府雄雄伫17暗时公告，因为民航局临时检查取消无人机表演。县府表示，包含机型甲飞行的高度，全部按照合约的规范。不过无人机的外形甲合约有点无同，这也无法度飞。那如果经查证以后有违规的情形，本府将会考虑向厂商求偿，并追究他的责任。交通部民航局是解释，活动取消甲检查无关系，检查合格当然会飞。不过当日检查了后，确实发现无人机的外形甲形式，甲申请的内容无同。现场提醒业者，若继续表现可能违法，是不是取消是由南投县府来决定。县府后续已经保证资料提供给民航局。台中灯会17暗时也出现状况，有3个大人甲1个囡仔，因为人伤济，无细字跋落边坎，其中1个人好亲像搬入地方池，下半身弹起。因为前面就是主灯，所以游客会很多人在这边看灯，那我们就采单向通行，往这个方向过去，那么这人流不会冲突。那也就是说，这个通道上的这个人流的这个通行可以加大1倍。台中市管理局表示，这几个人由工作人员甲热心的民众帮助救上花，其中1个人有侧伤，不过无愿意看医生，家己离开。管理局事后改变这动线，减少人流，也加强沿线护网，才避免意外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新正期间，真侪人拢会放烟火来斗热闹。不过，在台北的内湖，却是发生意外，有2个少年人在初5暗时啊。伫一个停车场边仔咧放炮啊，想袂到因煞甲炮啊弹落边仔无咧用的收费亭，结果收费亭内底一寡物件是拢烧了了，造成火灾。落尾手警方是照公共危险罪甲因侦办。2个人一正边一倒边点着手中的炮啊，向向收费票亭，无想安尼一个戏引发大火，高烟一直冲出来，火一直烧。警方知道报案了后，赶紧来拍火。我人在这边，那个小孩子来说那边找我，要借灭火器，有帮忙打电话，消防队在旁边嘛，马上就过来。这个外地无伫用的票亭周围全部拢有封锁线，4个拢是烧甲臭火大的分裂。原来2个高中生正月初5暗时6点外，走到台北市内湖5分街，这停车场放烟火，乱起水鸳鸯出代志。家在隔壁就有派出所消防队，不过这2个少年向消防队报案了后，就伫边仔公园篮球场来开讲。2名男子释放鞭炮，引起收费亭内杂物起火燃烧，所幸无造成人员伤亡。本所循线通知该2名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依公共危险移请侦办。2名未成年少年，互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侦办。只是过年期间也真侪放烟火出代志的情形。新北市3级摇人棒冲天炮，加彩涉土的民众炸受伤，防过伤害。另外，若是伫路中央来放烟火影响交通，也可能牵涉道交条例规定。过年放烟火来庆祝，虽然真欢喜，不过也唔通耍过头，加州官司就真袂好咯。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还佫有偏乌、金门、马祖，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除了东半部甲恒春会落底渐雨，其他的所在水气较少。今仔日天气拢算稳定。也若温度的方面，各地透早低温差不多是伫18度至21度，不过日下的高温可能会到27度至31度，天气是较烧热。尤其是西北部，都要注意早暗温差较大。也若明仔载天气甲今仔日是差不多，到摆是因为东北季风加上锋面通过的关系，天气到时会有较明显的变化。
北部、东北部会转较湿较凉凉的天气。不过中南部的高温也是有26度至30度。即马阁风声讲有欠药的危机。根据卫福部食药署的统计，今年2月份以来，就有4件公开征求供应商的情形，包括食慢性肝炎的药啊，也有去感染到皮蛇的蛇虫等等。不过食药署是回应讲，部分原厂的药啊，可能因为国际航班去延长到等等的因素，所以启动预防性公开征求。目前是并无欠药啊。过年了，才拄开工就传出欠药的危机，亲像用伫个鼻息肝炎治疗的干疗素，甲治疗为着皮蛇的针剂药不定，拢欠药啊。有药师烦恼讲，这药品啊欠缺，恐惊影响病人治疗效果。些这种B肝、C肝的这种患者，他对他的一个疾病的控制可能会不好，甚至变恶化的严重。那现在因为这种季节交替，其实病毒性的一个感染也蛮多的哈。根据卫福部食药署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统计，敢若今年2月就4件西药公开要设供应的厂商，亲像用伫癌症、慢性肝炎治疗的干疗素，以及皮蛇病毒喂着的针剂药物，医治结膜炎、食霉菌喂着的目睭用的药啊，也佫有癌症化疗药物针剂等这药啊。这4项药品目前其实都有库存稳定供应，并没有缺药。那我们会做公开征求，主要是因为会预期避免它如果有一些衔接不上的话，我们先做一个预先的公开征求的动作。食药署讲，这药品可能因为厂商最近设备维修延误生产，也是原来药厂因为国际航班这因素，无法度确定航运延误时程，所以讲才来预防性公开征求。这阵并无欠药啊。原来即阵过来列做必要药品清单有481项，若药商无法度继续制作也是输入，必须伫半年前通报。若是违反相关的规定，相当会使罚30万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台湾的网青满安小姐甲阿闹，两日仔自导自演伫柬埔寨轰拍，去柬埔寨法院判爱关2年。柬埔寨前总理也就是现任的执政党主席洪森，伊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伊支持法院的判决，也呼吁司法部门唔通减刑，或者是特赦这2个人，一定要互因伫柬埔寨服刑到期满。所以咱来看《自由时报》，诈骗集团竟然用公众人物的名义，透过网络平台刊假投资的广告。刑事警察局去年已经请网络平台业者，甲要5万条假投资的广告摕落来。其中，伫人面册就有占46000条，有甲9成。所以咱来看《联合报》，经济部会伫3月份召开电价审议会，4月份电钱真有可能会起。根据了解，高压甲特高压产业用电大户会起上济，按说会起超过1成。因那民生用电嘛会纳入评估的范围。即卖厝税是愈来愈贵。行政院公布今年1月份厝租年增率是2.14%，连续6个月拢超过2%。有的伫咧台北市上班的少年人，因甘愿住伫咧淡水，或者是搁较远的所在，用通勤的时间来换较俗的厝租。有专家就分析，因为厝价一直咧起，厝头家就缀咧起厝税钱，未来租厝的钱恐惊是愈来愈起。6坪大的房间内底有便所、车桌甲床、拢总区，一个月厝税6500，比台北市超过1万的租金是俗正济。也好多出社会穷小者，甘愿逐工一抓用1.5半钟的时间去通勤上班，也要省厝税。房租的价格是一直不断在上升，然后变成我们其实如果想要去住靠近工作地点的房子，其实蛮困难，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样，所以就是短时间内可能暂时不会考虑搬家，还是会选择通勤的方式。到底租金有偌贵？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数字会讲回，今年1月厝税指数达到105.19，创新高。为去年8月开始，厝税指数年增率是2.01%，10月过到2.20%，一直到今年1月
年增率依然有1.14%，英国是连续6个月年增率拢超过2%。全储税指数年增率幅度变化不大，不过年增率连续半年拢超过2%。显示国内租金会大大起，专家认为，地区租金的日子恐起来还比较低。目前看起来呢，租金上扬应该会持续高居2%以上了，因为未来的持有税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再加上说，今年因为经济展望比较好的关系，央行的降息几率比较低，所以呢，房东的资金成本也降不下来。台湾长期的租屋黑市，导致房东不太愿意租屋的一个曝光，所以这个部分对房客来讲，无论是租金补贴或者是租金扣抵所得税，这个部分会变成是一个看得到吃不到的一个政策。民间团体认为，政府除了租金补贴政策，也要解决税厝乌市问题，将让租金市场透明化，减轻移都台北人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美国伫10月发生2个警察甲1个消防员伫执勤的时阵不幸着枪死亡，一个警察受伤送病院。目前官方已经证实，这个开枪的人嘛已经死亡啊。伫明尼苏达州伯恩斯维尔有一户媒体报警，讲有一个野枪的查甫人，甲厝内人最近伫咧厝内，尾仔就传出讲去处理的2位警察，也有1位消防员着枪死亡。官员证实，拍死警察甲消防员的枪手也已经死亡，另外有1位受伤的警察已经送病院，无性命危险。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伫声明中讲，警察甲消防员拢是接到家人有危险的电话通报，赶到现场。官员讲，警方是伫透早1点50分左右接到报案，到现场了，情势变做凶手甲警方互相开枪。早起8点外左右汇报讲，凶手已经死亡。这户邻家内面所有的人也拢已经平安离开厝，相关的威胁已经解除。根据明尼亚波利斯明星论坛报的报道，案发迄当阵，厝内有真侪囡仔，消防员是伫咧帮助1位受伤的警察时阵被射杀。枪击案发生了后，真侪警车、消防车甲救护车伫咧现场待命。官员表示，警车伫咧执勤时阵被枪杀，互人心碎，互人伤心。这个英雄是为了要保护社区，牺牲奉献，大家会永远甲因记伫咧心内。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泰国前总理戴克辛去年8月结束17年流亡的生活了后，因为涉嫌食钱，被判爱关8年。因为伊的健康状况无好，被减刑减到剩1年。不过现此时伊的身体实在是伤烂，所以已经申请到假释，回去厝里调养啊。现场记者得到这台黑色的轿车向前行，媒体翕相机的闪光灯闪闪烁烁。颔棍仔带护具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由查某囝被判，准备要登记厝的74岁戴克辛，去年8月结束前后，伫咧海外流亡17年的生活，回到泰国，一办2遍选调泰国总理。不过2006年的军事政变被指控贪污解除职务，开始流亡英國。ขอถอยโดยการไม่รับตำแหน่ง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2008年，戴克辛8地站回国，为家己面临的几60项指控辩解。不过，共1年8月，伫参加煞北京奥运开幕了后，则无按照泰国法院的要求回国参加听证会，一个向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开始长期流亡海外。去年8月，伊回国了，被判刑8年。不过，服刑的第一案就因为血压欠管送病院，故得到泰王的特赦，减刑到1年。伫病院关押6个月了后，申请假释核准。泰国司法部表示，这边假释委员会总共批准930个人的假释申请。戴克辛的年纪、健康条件甲服刑的时间，拢符合假释的条件，所以才会批准。不过因为戴克辛去年回国时阵，伊所属的为泰党正拄好甲亲军方的政党结盟共同做联合政府，所以外界拢伫咧诱讲，伊刑期缩减是黑箱作业的结果，才有法度符合假释的条件。公司新闻陈思彤编写。所来关心罗西亚反对派领袖勒瓦尼，伫2月16传出伊伫监狱内底死亡的消息。真侪民众是做伙发起追思的活动，不过煞是去互官方拢掠起来。32个城市内底上无已经掠400个人。因勒瓦尼因老母要甲政府讨因后生遗体，
先头啊，政府竟然讲找无伊的心思，落尾手才解喙，讲爱完成调查了后，才会当互伊领回去。民众伫大使馆外口人行道放鲜花默哀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过身，真侪民众来悼念。那俄罗斯国内民众来到政治受害者纪念碑献花。俄罗斯自英国大使馆外口、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拢有民众家己来悼念。也有人也不停太人的家己制作的海报，怀疑纳瓦尼的死因无单纯。était là pour encourager les gens à sortir, encourager les gens à se faire entendre, à montrer leur engagement. Mais il faut savoir que la machine répressive et tout le système poutinien, depuis des années, a tout fait pour étouffer, pas seulement la contestation, mais pour étouffer tout engagement citoyen. 来德国慕尼黑开会 G7 七大工业国的外交部长，除了伫开会进前被挨1分钟对倒以外，也对纳瓦尼的死亡感觉生气。呼吁俄罗斯官方说明纳瓦尼伫狱中死亡的情形。因为俄罗斯境内行上街路哀悼纳瓦尼的民众，伫过程中一个互抓起来。全国32个城市至少有400人互抓起来。部分城市的纪念碑附近也有警察禁止民众献花悼念。 Нет, не удалось. Пришлось перед ними бросить эти цветы. У меня знакомые по дороге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Они боятся репрессий, поэтому отдали мне свои букеты. 纳瓦尼的发言人亚米什讲，纳瓦尼69岁老母刘德米拉加入苏关当地加附近的调查委员会办公室。 通通知纳瓦尼伫16日下晡2点17分醒共死，向当局讨遗体时，予当局讲即个遗体失踪。尾也才解讲爱完成调查，才法度甲遗体领回去。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来看伫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园，一年前有一只猫头鸟逃走出去，要掠煞掠无。动物园就烦恼讲，已经细汉就有人饲，家己一个人恐惊是无法度生存。 想袂到这一年来，伊是过了真好，除了会晓家己找食的，嘛看到愈来愈行动啊。猫头鸟弗拉克为中央公园动物园逃走已经1年。原本动物园烦恼，伊伫温室大汉，袂晓拍蜡，今日后生活会摇巴肚。想袂到弗拉克适应力真强，逃走无偌久，就家己找物件食，食做蜡布的高手，将家己食甲肥滋滋，小日子过甲真好。 弗拉克勇敢冲出人啊，电视杯，纽约人真好多，真做社群网络受欢迎的动物。He has not only survived, he is thriving and navigating through the entire island of Manhattan as if it's his own. That is remarkable. He has done this on his own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parents. And I think people, New Yorkers especially, connect to him because of his resilience. 弗拉克是猫头鸟当中体型上大，黄黑色的毛，有神的大目睭，长长的耳羽是特色。伊伫1年前的1月7日，因为动物园的人啊，互人破坏煞逃走。动物园无论用美食诱捕、放狂类的叫声来吸引，拢无法度互伊转来。 最后发现，伊其实有法度家己生活，总算放弃追捕。就安尼，弗拉克亲像王者，徛悬悬看曼哈顿的花花世界。大部分时间踮伫是无丰富的中央公园周边，有时阵出现伫附近的公园塘啊，好像就好正惊喜。He's just so beautiful, and he's just sitting there staring at us. 照雷念耶稣对各地汇报弗拉克的叫声，掠伊的轨迹。 相机曝光度特别超悬，互弗拉克暗时行动的相片看起来亲像之时。这几个月也发现伊扩大活动探索的范围。 He's been exploring the city. He went to the East Village, the Lower East Side, the Upper East Side. He's spent the past month or so roosting in different private courtyards on the Upper West Side. He likes this neighborhood, I think, because it is close to Central Park. 人工捕出来弗拉克，毋是巴比的本土物种，可能是全巴比为伊一只生活伫野外的雕鸮。专家分析，伊离开熟悉中央公园，可能是换血本能致死，只是无法度找到半路。野生的寿命是20年，弗拉克即马是14岁，应该还阁一段自由逍遥的日子通过。毋过纽约市的鸟鼠是真济，极度的鸟鼠药啊是伊上大的天敌。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今仔日表示，参会伊伫慕尼黑安全会议，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中国应该爱伫维护红海商业安全来发挥作用，对也门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发挥影响力。因为中国的船啊，共款承担风险，安尼做嘛有符合中国正做出口国的利益。根据香港媒体报道，美国5隻航艦今年可能會頭一屆駐入喺西太平洋，針對中國甲北韓嘅軍事活動放出威脅嘅信號。英國有學者就講，這個部署是要表明華府甲重點放喺個印太地區。再來，咱來看日本嘅經濟新聞2023年嘅一份調查報告發現講，有74%嘅日本人無介意中國，這個比例已經連續6年超過70%。感受到中國威脅的人有達87%，另外針對羅西亞，有88%的日本人感覺羅西亞是一個威脅，有75%的人無介意這個國家。從2021年羅西亞拍烏克蘭，這個比例都攏超過70%。所以咱來看喺10時的時陣，有一隻中國籍的快艇喺咱金門海峽，因為甲海巡燒熱刷冰船，造成2個人死亡。中國國台辦講，金門甲廈門的水域無算是限制水域，而且海頂的執法會變做是常態。然後咱國陸委會講，中國的船無經過允准，本地就袂當進入咱的限制水域，未來會繼續來執法，未有改變。一隻中國籍的船14劃界到金門海峽掠魚，和海巡隊趕走。過程當中，4個中國船員落落海，其中2人經過搶救了後，有緣不治身亡。台灣表示依法執行。中國國台辦17刷強嘅表示，金廈水域無存在禁止限制水域。朱鳳蓮表示，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謂禁止、限制水域一說。台方應盡快放船放人，做好善後工作。海委會主委關碧玲是發文反駁，那金門鄉親認為無禁限制水域，乃會報限呢？海巡署人員執法有必要，唔是惡行。這代志引起輿論兩化互嗆。中國海警局18號表態，未來會加強海上常態化執法，維護漁民生命財產安全。金門縣協會也向漁民宣導，非常時期要更加注意安全。在這個時間點上，自己出海要注意安全，盡量不要去業界跟這個大陸漁船接觸。我們也沒有辦法，因為這個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問題。海巡趕快把那個他們一出海的密錄器都有啊，馬上公布畫面就 OK 了啊！一翻兩瞪眼，為什麼政府不趕快明快處理？第三漁民無能為力，煩惱生活受影響，只希望代志趕緊結束。金門縣府表示，水域秩序維持，愛靠兩岸當局共同討論，希望應以兩岸漁民生活為前提，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南會呼籲中央地區沿海業者經濟基地應授權地方政府，甲對方直接講，亦會批評中國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是件危險的主張。中國大陸國台辦在對台政策方面一向是屬於鴿派，這次會連續2次發表強硬的聲明，可見這件事情在大陸的輿情是十分沸騰的。我覺得台北這邊應該授權給金馬兩地的政府跟大陸比較直接密集的這樣溝通，這樣可以避免誤判，減少擦槍走火的可能。這是中國企圖虛無化中華民國主權，片面的改變台海現狀。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主張，製造區域衝突、區域不安定的潛在導火線。陸委會表示，兩岸互無隸屬，中國船無經過許可明進入台灣限制甲禁止水域，未來也會繼續執法。目前海議會已經發函予對華海協會說明過程，甲希望協助相關的代志，已經聯絡到4個船員的家屬。根據了解，家屬最近可能會經由小三通到金門處理後續的代志。記者綜合報道。根據勞動部的統計，到去年年底，移港的人數有753000人，擱再創下新高。因為國內人口老化、地區欠工的問題嚴重，按算移港的人數也會持續增加。移港的人數變多，不過失去聯絡的問題嘛愈來愈嚴重。到去年已經有8萬外個失去聯絡的移港。有民團呼籲，移港就業的市場，政府無應該又在中人歸手力。
台湾的就业服务处应该斗3工来解决移工就业相关的问题。台湾人口问题老化问题严重，连带造成国内出现欠工的问题。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去年移工的人数冲破753430人，产业移工占51.9万人，社福移工有23.4万人，增加幅度上侪是以营建业加农业移工为主。要注意的是，咱国内失联移工的人数嘛创下新高。外国中介他没有担任选工的责任，导致有一些移工一进来入境都还没有到雇主处工作报道，他就失联了。引进移工如果失联比率达到规定的标准，我们就会暂时停权他，最短停权1周，那最长的话可以停权到4周。劳动部表示，未来会持续为预防调查，也加政策面来执行，解决移工失联这个问题。详细看，到去年年底，失联移工人数到8.6万人，一年都增加将近6000个移工失联，等于是每天有17个人失联，其中以制造业失联的人数上多。民间团体认为，准讲是移工原来有人权，有自由换头路的权利，都是因为找不到雇主。因为要付中介的那个买工费很高，大家就已经没工作，哪来的钱？任何其他地方，就算碰到雇主，雇主还是请他去问中介，再问问公立就业服务机构，甚至职聘中心有开发到任何可以实质引介移工的这个的工作机会吗？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不应该建在中介业来独占移工的就业市场。咱台湾就业服务处应该爱提供实质的帮助，解决移工就业的问题，让移工伫台湾工作权会当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因为出事的人数持续比死亡的人数较少。今年1月份，台湾的总人口数是降到2341万人。结束连续18个月正成长，有学者表示，少子化加人口老化是严重冲击劳动市场。安怎提悬生囝的意愿，是政府第一要紧要面对的挑战。台湾这阵囡仔生少，是不是要生少年世代？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我目前是没有想要。对，但是之后怎么样也不知道。我们有3个小孩，因为像最小的就是穿哥哥姐姐的衣服啊什么的，对啊，就是可能是学费会比较多一些。囡仔生少影响也反映在人口数。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1月台湾总人口回降到2341万9千人，结束连续18个月正成长。113年1月的部分，因为这个社会增加这一块无法抵消自然增加这一块的一个负数，所以就看到了一个人口负数的一个状况。今年1月全国出生11023人，死亡19464人，自然增加呈现负数。以管期来看，只有人工关是出生数比死亡数较多。也来伫社会增加方面，1月迁入87743人，迁出79991人，呈现正数。也毋过2个加起来了后，人口变负成长。学者分析，2020年开始出生数就比死亡数较少，自然增加是生不如死。安怎提悬生育意愿是首要的条件。让女性她们也觉得说，生育对他们来讲，不至于是说让他们去丧失掉整个工作生涯，而是说他们可能可以在生育之后，即使短暂的离开职场，还是可以重新回到职场。以人口结果来看，0岁到14岁占11.91%，15到64岁占69.66%。65岁以上占18.43%。学者讲，囡仔生少加上人口老化，劳动市场欠人，社会福利支出加退休基金受到冲击的情况，恐惊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铁有一台自强号，昨日停伫咧台北车头要载人客，结果有一个旅客为着要互伊的亲戚朋友拢会当上车。伫火车的门咧关的时阵，却是雄雄伸手，甲车门挡咧，甚至甲车门予互开。虽然铁路警察无伫咧第一时间接到通报，不过已经开始做调查。后手嘛照铁路法，甲这个旅客裁罚。听到发车前啊声日单，一家人赶紧用走的，10个人先上车，亲戚朋友赶到位，车门就要开起来。就伫这个时阵。你有没有看？
有啦，上来了。查甫人赶紧用手把门挡起来，不要让迄车门关起来，袂少乘客讲，安尼是真危险。只听到声音，但车没有动，车门也没有关，就会努力看看。但如果车子已经动了，车门已经正要关起来，我就放弃了。我会留下来等下一班。我也会留下来等下一班呢。对，因为我不喜欢用跑的。这种喊过的情形发生在台北车站，一台1时班次自强号列车17暗时10点外，伫这要发车这时阵，车门缝强扭开。就算警方无接到报案，就也介入调查，会依法来采取，敢若是涉关的铁路法68条，相关会使罚100万块。代替是回应。开车进前，开车通知的乘客车会大约但5秒到10秒，车门关起时莫强上车，避免起急受伤。本所目前尚未接获相关报案。全案调查后，依铁路法68之1及71条，函送交通部铁道局裁罚。他车门打开了，没有这个联动，车子就开始运行了。我告诉你，那严重性反而大。关键就是说，它会对于行车安全、乘客的安全有疑虑。大众运输系统人客状况是800种，接温报人伫车门拍开了后，两个轮流走来走去伫咧算。另外，代替也发生旅客讲家己困过站，有时甲车挡闸扭来，造成迄车紧急动车。另外，也有人伫列车关门进前，脚一直伸到车门外口，车门无法关起来，无法度来发车。乘客出头一堆，可能也是卖做危险，也是喊过的代志。若无可能防滑，也影响这个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报道。伫路口若是4红灯或者是无号志，有诶爱停落来路口，依照交通的法规，都爱甲车停咧，才阁继续驶。毋过，常在发生违规的事件，亲像伫嘉义的国华路甲庄文街路口，是常在发生事故。事故的原因大部分拢是无按规定停车才阁驶。警方去年10月份按科技执法嘛加强宣导，毋过15正式实施了后，违规的比率也是有7%。号志闪红灯轿车确实无减速，爱先停才阁开。拄过路口就互计程车弄到。当号志是闪光红灯，也是大路未有停的标志。汽机车依照规定爱停车才能够再开，不过遇到民众违规。在要暂时停一下之后，才继续往前。每天都有。来到高雄未有停的标列路段，少数无停车直接开过，全部互科技执法协调。那高雄、嘉义市国华甲中门街口，2020年起到去年10月发生41件交通的事故，其中40件拢是无依照规定小停者才去开。15日起开始执法，统计执法首日侦测到1330辆汽机车通过该路口，其中有93辆未依规定停车再开。这摆建议改善这事故已完真接发生，警方去年10月伫路口增设科技执法，先宣导3个半月，15正式执法，违规率依然有7%。我要讲继续讲，迄有的老人唔知影。明明是原来就有的交通规则，部分的用路人却是一上路就袂记了。交通专家讲，应先加强执法，结果伫考汽机车驾照时来宣导。很多人他不遵守，是因为没看到警察，所以他自然不会减速慢行，用摄影机的方式来去做相关的执法。相信呢，所有的用路人都会比较遵守这方面的交通规则。为了降低事故，各地警方会伫咧开造成事故，也搁违规路段加强来执法。虽然可能有民怨，不过警方强调，科技执法目的毋是处理告发，而是改善开车用路习惯。呼吁经过闪光号志也是无号志路口时，先停让才去通过，保障家己也保障别人。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交通的消息，为了提升行人的安全，花莲县府伫市区按路口行人专用时尚。不过，这个装置伫花莲是头一届使用，真侪民众拢也无啥了解要安怎来用。这是花莲市中坜市情的上志桥路口，县政府伫这个所在拄啊设行人专用的青红灯，若做市开关下一轮会当通过时阵，路口青红灯就会开放15秒，让行人行过。花莲路后边的原来有设，附近民众拢感觉真方便。我想会更方便吧，因为它一按下去，车子就全部解了。它有那个按钮的话，按了，它会几秒钟之内就反过来了。那我们就有时间可以通过，安全上比较有保障。
不过有民众不要用部分驾驶人烦恼以后路口会较塞。县政府是讲，目前大部分的民众也无清楚使用的方式，才会误会，而且只是试办未来会看效果，优先考虑辖区附近的路口来设。如果有人按下行人号志时项的时候，我们会等到这个时项都运作完之后，就换这个行人时项。所以有一些汽车的驾驶可能他会觉得说，为什么现在有突然多了一个行人可以走的时项，变成他自己还持续在等红灯？但是通常我们会设定这个描述那大概会看这个路口的情况。另外，民众嘛不满花莲车灯伤济，对这代志县政府是讲，无交通号志的路口设车灯了后，确实发现车辆难免行难免停，造成塞车，会搁研究车灯的数量甲使用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警路卡是真利便，不过伫坐火车的时阵，上车甲落车拢爱伫咧台北市内，若是超过台北市的范围，就要加钱。若新北的警路卡是上车落车其中一站，是伫咧台北、新北、基隆任何一个车头都会当使用。若这个消息一出来，即马台北市嘛按算缀咧办理。日站卡片比一个真方便，台北市警路卡使用范围包含大众运输甲公用场馆等，真侪老大人真爱用。也毋过坐台铁时，起站甲尾站必须要伫台北市境内，若无看境转盘爱家己出钱。毋过新北警路卡即要伫起站也有尾站内底，其中一站是台北新北基隆林波节车站，就使扣点。全台北市也建议变安尼做。会啦，老人家都喜欢坐火车啊，火车比较平稳。可以啊，这次可以出去玩啊。有民众感觉讲放宽警路卡坐台铁的限制真好，也过有民众认为讲看园区坐较长的，也是较爱家己开车出门。我比较少出门，远的地方我孙子会在啊。远的话就开车嘛，这个就是在台北市坐一坐，坐捷运的逛一逛。根据新北社会局统计，扩大警路卡使用范围了后，去年7月到12月，警路卡坐台铁总共163万4771人次，大人较爱出门来行动。台北市社会局讲，就已经请台铁报价，预计放宽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甲宜兰。未来先从基北北桃开始，只要7站在其中一方，我们就可以使用敬老卡的扣点。那这个方向，我们目前也在跟台铁还有客运来请他们做一个报价，我们先做一个整体经费还有成本的估算。其实不只是台铁啦，也包含像是我们的客运，看看能不能往整个那个北部宜居生活圈来做推进。后加主任政治局讲，会请台铁对着系统人力来报价，会建议来放宽起站甲尾站的所在是新北、台北、基隆、桃园甲宜兰，同时也甲客运业者来参详调整这路卡系统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车到天公生，民众除了会穿三牲来拜拜，伫中华鹿港，佫会拜古钱造型的牵仔条，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市场内的人满世界拢是要来买拜天公的物件，除了天公金、保运金、花卡钱，佫有数三牲、红玫瑰等等。但是中华鹿港佫会拜一项物件，是用自米来做，摘起来亲像糕仔，顶面有古钱的图样，号做牵仔条。拿到钱币的图样，就表示伊是有财运的意思，表示12条，逐个月当然会使有迄个财运生意兴隆的意思啊。你也是闰月的时阵就13条。旧历正月初9是玉皇大帝生日，鹿港人真重视拜天公。一般民众会伫初8就开始准备，初9主事祭拜。拜天公分做顶下道，顶道拜数的，闹错的行礼会放下道。鹿港的拜天公是甲别位的所在较无共啊，咱鹿港的拜天公呢有传各藏、数三牲电话菜碗。鹿港拜天公是鹿港人非常重视的一个活动，所以拢会传足侪澎湃的物件拜天公啊，非常的重视，所以有小过年的这种讲法。过去鹿港家家户户会伫门骹口祭拜，因为时代变化，袂少仪式简单化，要民众会选择去庙会拜拜。但是即阵有少年辈依照古礼拜天公，希望保留传统祭拜的民俗文化。也来体现台湾人谢天、感恩惜福、谦卑的精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较早的人会用竹仔做竹牌仔，
即嘛各用办比赛，请大家废物再利用，用各种的材料来做牌仔，看倒一堆落水了后铺会起来，速度更较紧。有没有信心？有。大声为家己的队加油，可惜运气无啥顺，用火顶铁架顶废弃物做的船，一落水就开始散去。阁有国小学生用杆仔顶回收物做环保的船。保特瓶也都是社区回收厂里面去捡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从社区来的，或者是家里。每个都是独立设计，所以那有18个独立桶。那福利上是没有问题。疫情期间停办真侪档的做牌仔比赛，这摆因应黄色阿米亚的观光热度，18重新转来高雄爱河，荷花灯是真侪队伍的牌仔，有人用纸箱拼接，顶悬阁有高雄茶山的特色造景，阁有兽医师用台湾重要的两鸭品种赤色菜鸭做造型。皮蛋啊，然后跟咸蛋啊，这些都是鸭蛋，但其实大家很少知道说，哦，其实这个来源其实是一种就是非常重要的品种叫褐色菜鸭，这样啊，想说借这个机会，可能可以跟大家稍微科普。做牌仔比赛，拿拼创意嘛拼速度，有的队连洗身躯的脚桶拢搬来，选手坐伫海来海去的脚桶内底拼命向前，摕到这轮比赛的第一。参赛者都带着无限的创意，用这些环保的相关的器材来造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小船。无落水进前，谁拢唔知影家己的船会使挡偌久。这摆比赛吸引各地总共50队来参加，对国小到社会人士共同比赛亲近水域，嘛伫用废弃回收物做牌仔的过程当中，培养环保的概念。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北科大研发一款无线具互动的机器人，得到国科会科技奖的肯定。团队希望这个机器人除了提供运动员训练以外，卖当互民众有更较趣味无线具的体验。我比目镜和保骨性的手录啊，所报道的含义互动，这款会当陪你练保骨性的机器人，就是北科大互动设计系和清大国北高大做伙合作的移动军备，会当模拟真人航拍的感觉。开始想要做一点运动科技的相关的研究，然后就开始去打拳击，然后拳击打着打着就突然觉得说，因为有些东西很 repeat， 然后就变得没有那么好玩，有点 boring， 所以我就开始设计一个可以移动式的拳把，然后借由这个它可以承受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全力的挥，不用怕它坏掉，然后再借由戴上 VR 头盔，可以变成不同的样貌。会研发成为北科大活动设计系助理教授韩炳宪，想要更较趣味来学保骨性。移动军备是用手型触角回馈技术来提供保骨性选手，做伙训练打击和步伐。出大部分员需要一直刷动和辅助打击训练，降低人力的负担，嘛较袂受伤。团队嘛找真正的保骨性运动员来试。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一个机器人，可以减低教练的负担，然后可以希望说，也可以把这些拳击选手的不同的对手的不同的资料，也可以把它 apply 回来这个机器人，让它照着对方的移动模式移动，那我们就可以提高一些训练的一些成效，这样子。上时团队嘛改良几款网咖的人物，在 VR 世界内面，透过游戏的方式来做训练，模拟擂台的状况和体验会当更较真。那设计这些可爱的玩偶之后，那就是一般的民众他看到的时候，那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有比较大的压力，那又会觉得说，这些玩偶就像在玩游戏一样。目前市面上的保骨性系统是无法度提供上复杂的打击和脚步训练组合，移动军备会当透过平板来操控，刷动的方式袂单一。因为它有移动这个特性，所以你可以绕着它打，或者是让它绕着你打，就是可以去做追击啊，或者是被它逼退的动作。团队是一直透过讨论和改善优化，让军备大概防拍了都会当转去到直直的状态。这个计划嘛得到国科会2023未来科技奖人文科技类的肯定。未来除了做专业训练的用途，团队嘛希望移动军备会当推广去各大运动中心，让一般的民众嘛当体验保骨性的趣味，佮会当当作抒发压力的管道。记者综合报道。在南韩泰国真拍扁发展美食观光，真侪餐厅拢有煮食体验的课程。学员透早到底都只去市仔买菜，要等下餐厅家己煮，体验做料理的趣味。疫情过了后，民众出国旅游人数增加，泰国的物价比台湾俗，一直是台湾人爱去旅游的所在。那去泰国旅游，除了爱去的行程景点，泰国的料理体验更加是袂当无去。泰国拍拼发展美食观光，去年10月，泰国政府成立国家软实力战略委员会，包括责庆、
观光也是流行设计等在一项重要软实力。那泰国料理也是上重要软实力之一。ทำยังไงให้มันอยู่ในตลาดโลกได้ซึ่งแน่นอนมันจะกลับมาเรื่องของตัวการคุมตั้งแต่ระบบนิเวศเลยตั้งแต่ที่มา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วิธีการปลูกต่างๆ泰国有名的总婆诺罗定受政府邀请担任比赛大赛，到世界各国宣传推广泰国菜。伊真会晓宫廷料理。1980年，伫比利时开设第一间餐厅，了后伫伦敦、巴黎等世界主要大城市设立分店。2002年，伊登去曼谷开一间餐厅。甲一般的泰国菜无同，宫廷菜的食材更加讲究新鲜，做工复杂，滋味也较温和。You will the first bite to latest bite you will get different flavor and taste. I will call separate of taste because in Thai food you have sweet, sour, spicy, creamy, salty, and aroma of herbs. 泰国观光事件，真侪餐厅拢有料理体验课程。学员早起带着总铺去市场买菜，然后搁转去餐厅感受家己动手做料理的滋味。泰式美食风味特殊，在享受好滋味的同时，也会当亲自体验泰国饮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法国一个做电路的查某图子美塔耶，被选作是2023年全球上界普罗的电路师。伊讲，伊的料理上大特色，毋是做人毋捌做过的物件，是讲究材料安怎配才会上到味。先用心伫塔片顶面画出真水的油花，再搁放三角形的山药片。这是核选为2023年世界上好的龟苓膏师傅的美塔耶。伊正伫巴黎西部的中央灶卡内底制作新品山药塔。形容一个看美塔耶龟苓膏真平常，也毋是少油有机的，也无华丽复杂的外表，也是包装，也过因注重油的所在。Dans l'idée quand on fait un gâteau, il faut que chaque étape du gâteau ait été faite avec passion et dans le détail. Il faut avoir eu la bonne cuisson juste. Il ne faut pas des recettes différentes ou incroyables. Je ne cherche pas des recettes que personne n'a fait, mais je cherche à les assembler et à les ajuster en fonction du gâteau. 美塔爷讲，食龟苓膏是种欢喜的过程。伊认为，即要麦大米粉甲鸡卵这基本的材料，各自发挥应该有的味，自然就使减少掺糖，做出上界天然，互人感觉好食的龟苓膏。甜也着头一位女性世界上好龟苓膏师傅的供应了后，伊的线上店面的订单大大增加，中央灶卡的骹手也增加到30人，主要主管职务也拢是女性。 Là, c'est pas le cas. La chef de production, c'est une femme. Sous-chef, c'est une femme. Les chefs de partie, ce sont des femmes. Ça montre que, oui, c'est inspirant. Que Nina, elle inspire les femmes. C'est bien. C'est bien, ça change aussi un peu. 不过，受到15年前拄只主职学校毕业来到巴黎时，美塔也承认，当时女性总铺师并无受到欢迎，要入这途真困难。经过多年的坚持甲努力，这阵伊毋但证明女总铺师也使创造出家己的事业，甚至乎红赛来分担行销业务，并且甲6岁查某囝学做这个龟苓膏，拍做影片，甲大家来分享。拍破无都兼顾女总铺师老母甲创业做头家历史。对美塔爷来讲，这要用心投入，做龟苓膏这途是无 温馨的障碍。高级新闻张惠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1度。 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咱来看关岛地区15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